后来镜头锁定在台湾，今仔日是开放着高端疫苗第2轮注射，对象是20岁到35岁民众。可能是因为进前有注高端以后死亡的案例受到影响，所以台北田径场的注射站早起只有138个人预约要来注射，甲第1轮的注射意愿比起来明显落降。这个独立的医学专家赵明威医师讲，请大家用科学的方式来看待，拢也未证实讲这个死亡的原因甲疫苗有关系，都有人无想要自录，讲这款的思考方式无够理性。准备要来注国产的高端疫苗，不过台北田径场注射站一头早来注射的民众无真多，连4排拢无坐满。民众讲有身边的朋友甲苦劝，家人有担心，同事有担心，有劝退的，对，但是我是觉得生死有命啊。AZ 一开始的时候，台湾也是很多人啊。辉瑞最近如果进来，如果有人也打了死掉，是不是会说是辉瑞也不要打？其实身边蛮多朋友有打的，而且副作用蛮小的，就想说，排不到其他的，就先打看看。虽然来做民众拢讲袂烦恼，不过中间注射站8高端开始自头一天透早就有300个人出门，实际来注射有292个人。到今仔日透早第2轮注20到35岁民众，300个人占满，干那138个人出门。9点开始注射，到10点半，干那40位民众，可能和高端开始注无几天，注35万外人，就有4个人死亡有关系。不过专家讲，也未证实这个死亡和高端疫苗有关系，进前都要用科学角度来看。高端的这个发生几率呢，大概是每100万里面大概有77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那相较来说的话，莫德纳是每100万人里面有294，AZ 的话更多，是每100万人里面有743个。周边委认为，不是多一种疫苗注完有人死亡就要停注，呼吁民众爱理性来看待。毕竟每一支疫苗注完拢有不良的事件传出来，最重要的要是会当先对抗病毒，等待专家来判定结果。